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都欢喜咧庆祝着生日，所以来去相拍甲见花。这是艺人修杰楷、甲王柏杰、甲小鬼的妹婿是一个设计师，也有一寡朋友到台北市东区的 KTV 唱歌庆祝生日。修杰楷因其中一个朋友伫咧电梯的门口拄到德联邦一个成员叫做陈阿豪，双方互相看袂顺眼，起口角。 这个陈阿豪竟然是对入去修杰楷因的包厢内底动手共拍。修杰楷甲王柏杰做公亲做无成，为了要保护朋友，嘛甲对方拍起来。这王柏杰离开派出所的时阵，衫面顶还有血迹。那修杰楷是真无奈，伊讲伊感觉莫名其妙。 包厢内底小姐一直叽叽叫，警察接到报案 ，KTV 相拍老师随到现场控制，其中穿条纹袖外查甫人，就是知名艺人修杰楷，边个是王柏杰。 两边真需要真激动，穿朴实裤的查甫人是通缉党成员陈阿豪，甲修杰楷朋友姓林的设计师用脚甲惨，看朋友互拍甲倒伫咧涂骹，穿白衫的艺人王柏杰含豆长头装的小姐，前后冲过甲劝解，原来两个人含小鬼妹婿姓林的设计师姓，昨暝到台北店区 KTV 唱歌，三个人行出10楼电梯，拄着嫌犯陈阿豪含细路的朋友，两边互相看袂顺眼，先伫咧电梯口冤家。 陈阿豪对到包厢内底理论，用拳头解搏，修杰楷、王柏杰和朋友反击，造成冲突。两边尾后互相无体格，嘛是去社会化上班。刚刚去唱歌，然后莫名其妙被打了，对，做了一下底。修杰楷和王柏杰离开派出所，民哥看得出有伤痕。王柏杰 T 恤毛拔着血，两人的手拢无想要加工。 要不要讲一下？唔过，先动手的陈阿豪是德联邦分子，佮是一个通缉党成员。今年1月，党中央牵涉贿选，陈阿豪到北京接人，竟然失控拍记者。伫咧镜头前是拍亲情，即摆佮啉酒闹事。因为双方都认识啊，对啊，只是喝了酒，然后在钱柜起一点冲突，对啊。那其实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双方也达成和解。 打完招呼之后，大家有一点口语上的这个纠纷，所以才产生后续的这个肢体冲突。王姓男子呢，脸部、手部都有一些擦挫伤。那修姓男子也有一点小擦伤。修杰楷经纪人发声明强调，修杰楷本人对冲突如何发生，嘛感觉莫名其妙。不过已经配合警察完成笔录，本人是无啥代志，已经等于厝休困。搁一摆多谢大家关心。修杰楷恐惊想袂到 KTV 庆祝生日会发生冤家代志。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